闻来看，这位足甘心的里长，这是台中南区公权里的里长，甲伊所珍藏的重机车改装做顺路车，伫个大街小巷拍拍走、顺产水，维护着里内的安全。 一台重型机车徛伫咧街仔路对面个到警视顶，里长穿会反光的甲，戴安全帽啊，伫咧庄内拍拍走巡逻，维护社区治安。是来迄巡，大家拢知影的。啊，即个里长出门啊，吼，几乎逐暗的啦。 哦，啊，日时啦、暗时啦，拢不管是倒咧巡的。公权里长尤明俊有5台重型机车，价值是贵33，不过伊袂暗砍，将其中一台黄牌重型机车，家己临钱改装做是巡逻车，前后用要3个月时间，加到警视厅、走马厅设备是不加交全。尤其是那个半夜1、2点之后。 那有空我就会出来那个巡守。里长讲，黄牌重型机车已经买2年，那帮助地方治安，佮结合个人的兴趣，互民众住伫庄内，拢感觉加正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